咱就刷来看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到底是毋是有反服务？前一天郭文铁就节目公布伊9年前接受到访问的影片，自我来澄清。郭文铁讲，伊是反乌箱，毋是反服务。结果时代力量的立委柯显智连发着2篇的文章，甲郭文铁呛，讲郭文铁的讲法是昧于事实，就是对真正的事实故意当作无看。柯显智讲，甲反乌箱服务的诉求简化做追求真实正义的反乌箱，这是歪曲历史。我说反对黑箱胡帽，不是反对胡帽。我民进党我就直接讲嘛，你们每天做假新闻。讲民进党做假新闻的攻击，郭文铁伫节目中真生气，再三强调讲，当初反的不是服务，是乌箱。经过了9年，将近10年的现在，我们感到很疑惑，为什么当年的柯医师如今要来参选总统，成为柯文哲主席，竟然会自己主动来说要重启服贸的谈判呢？用9年前的郭文铁加今麦郭文铁洗面，时代力量立委柯显智昨日连发3篇文章，发出讲。将反乌箱以反服务换做反乌箱不反服务，甚至提倡中客服务的政客，台湾人民拢不应该承认美国问题前后讲法无共款。怎么会是说只有这个仅仅是因为这个反黑箱，因为这个程序的问题，是在背后这个部分引起大家非常大的恐惧啦。郭文铁嘛公布9年前接受访问的影片。黑箱我是反胡帽，胡帽的问题出在哪？还是程序正义的？因为你跟人家签的时候，立法院都不知道哦。那你签了回来也不讨论，要逼迫大家去吞下去，当然会出问题嘛。认为两岸交流要有规范嘛，并且陆委会官网替家己背书。你陆委会不是里面那个网页不是写说要尽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然后在两岸监督协议条例的这个规范之下去进行后续服贸跟货贸的讨论。不过这款的讲法，立委柯显智认讲，拢是为了选举。那不要因为说这个你要去这个靠向这个深蓝的这个选票，这个对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去做这样的曲解。其实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很清醒啊。2011年，柯文哲前市长、柯主席。他的讲法是什么呢？什么叫9·2共识？他说9·2共识就是下跪投降啊。当初强调讲，拒绝服务过关，得到政治红利，赢选举。不过，今麦郭文铁再三重申讲，反的是乌箱的服务，所变成总统大选中对手攻击的焦点。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